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3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月6号的地震造成117人不幸罹难，为了超度往生者的亡灵，也安慰因的亲人，有36间公庙甲72个企业社团共同发起12天的超度法会，希望借着宗教的力量，祈求灾害远离。由着总统府国策顾问萧天赞、新闻合作会、正统罗里文、新母庙等等宗教界、慈善团体甲企业界，为2月6号地震所共同下办的祈福超度法会，已经伫3月14号早起，伫英大路二段甲公园路口办理开香大典，开始为期12天的福德下并的法会，并伫3月21号上午10点，伫会场进行道教的开香仪式。最主要就是这一次的地震啊，那些受难者的那个家属啊，他们新生的创伤，跟他们往生的这些117条人命啊，我们也要想办法让他离苦得乐啊，到他那个极乐世界去。所以大家花心啊，就办这个大法会啊。当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佛密道一起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往生者里面，我们不晓得有什么信仰但是我们要把它融合在一起啊，他们有他们的归属，有他们的信念啊，然后把这个不同的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也是感受到说我们台湾也是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也是每一个人啊，不管是怎么样都要共心啊来扶持这个台湾。法会结束了后，将近800道的普渡品将由永康区公所会同各地办公处里长分送给弱势家庭以及慈善团体，让法会更加功德圆满。台新闻正山林根采访报道。由台南高商甲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台南市青年志工中心共同推动的不只是爱联盟，目的是号召青年志工为非洲的女性用布制作卫生棉，希望透过活动和青年合作，了解爱物惜物的重要，相当有意义。身为台南市性教育经济学校的台南高商，利用学校健康甲护理课的时间，课程用力公益，运用非洲肯亚女孩因为性知识欠缺，造成用性教育换出卫生棉等物资的案例，借此来提醒同学爱惜家己，更加让同学伫课堂上动手缝制布的卫生棉。班上同学无分男女拢非常的认真，希望会当为地球另外一端的朋友尽一份心力。希望他们可以卫生问题可以好好的改善。对，将来我会尽我一切所能，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我觉得如果能让他们因为有这个可以让他们跟我们有一样的作息，就很值得。台南高商顶学期以送月塔到非洲为主题，让学生制作励志卡片，送予非洲姊妹精神的力量。里布的卫生棉更加是物质的礼物，同学一针一线当中传达爱心。目前不只是爱联盟已经伫各校开会，包括北门龙岗、展门家商、嘉义女中等校。黄素芳组长表示，不只是爱联盟正在推动当中，如果有学校团体对这相关的议题有兴趣，会当介意来联络。这次的活动意义就是主要是带我们台南高商的学生，除了认识正确的性教育之外，也希望可以把我们的爱心送到远方肯亚的姐姐妹妹们。因为呢，我们平常就是告诉我们的孩子，要做人道的关怀。那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其实民生很富足，我们孩子的生活很幸福。那我们希望说，透过活动让他们知道能够习物，那习物之外呢，也能够把自己的快乐分享跟散播。不只是爱联盟，送爱到非洲。
台联新闻张伟忠、郭博义彩虹报道。已经连续举办17档的大台南音乐比赛，举办的规模愈来愈盛大。伫总召集人台南市音乐协会理事长沈明贤的号召之下，由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音乐人才来到台南，做伙参加这场盛事。上午交流赛伫大成国中展开，接来还有正式比赛将伫台南文化中心举行。优雅音乐社为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揭开序幕，在场学生全部拢是来自台湾各地，甚至有远对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自细汉学习音乐的人才，大家做伙来到台南要进行音乐比赛，互相竞争来增强家己的实力。市府文化局欢迎这么侪音乐人才来到府城，也送纪念品代表心意。那这个比赛呢，我们已经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有17年的时间。那这17年来，其实累积跟这个经验一直不断的累积，然后跟改进，然后我们在沈理事长的带领之下，可以说已经把这个规模办得有声有色。那每次呢，我们也都坚持说，我们要用最公平、最公开、最专业的评审，然后来跟大家做这个比赛的评比啊。办了多年的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已经打响名号，让侪侪国际音乐人才拢想要参与，也希望借由比赛展现家己的实力，进一步累积更侪深厚的音乐演奏经验。台南新闻赵彩虹报道。非常介意台湾的日本二胡音乐家李志圭，甲台南在地音乐家举办第2次台南日本友好音乐会，3月20号将伫公园公会堂举办，并且将伫日本为台南地动所募集的善款全数捐予市区，用来重建家园，也希望借着音乐的力量来安慰人心。日本二胡音乐家李志圭结合台南在地音乐家杨大理、李瑞菊、吴烈夫等人，举办第2届台南日本友好音乐会，希望借此抚慰台南人伫地动了后的心灵。而且李志圭伫日本知影台南地动灾害严重的时阵，甲朋友伫日本举办10场募款音乐会，总共募得59万的日票，就专工赶来台南。佮将这笔款项捐予文化局作为救灾专用，非常甘心。因为因缘际会哈，去年来到了台湾呐，爱上了台南这个城市。那去年的这个音乐会呢，就是一个免费的演出哈，是让所有的市民朋友用索票的方式来观赏这个精彩的演出。那今年呢，他又再度要来台演出，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规划了这个音乐会哈，大概在3月20号的时候会有这个音乐会。但是呢，因为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台南发生了这个地震的灾情，那李志圭先生第一时间在日本得到了消息哈，就立刻联络他的友人，就是李团长这边而且非常的有心啊，发自内心就开始在日本做那个演出义演的募款，就是他一方面在日本演出，然后在演出的现场，就是跟日本人募款说，台湾是我们的朋友，然后大家一起伸出援手，那募得了59万的日元，好，然后他非常非常的热忱，在2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过完年之后，就立刻自费搭飞机到台湾来，就为了把这个赈灾的款项亲自交到我们的手上。这场音乐会将伫3月20号下晡2点半伫5园公会堂举办，而且免费索票入场。除了演奏日本的创作歌曲以外，还会演奏台湾真侪知名的歌谣。主办单位欢迎民众会当向因索票入场支持。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彩虹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台南市海岸路下当讲是海产店聚集的所在，其中有一间海产店，店内的食材有4成拢是为澎湖空运来台，新鲜限量，而且店内的招牌海鲜锅，特别选用小龙虾、金马等等8种的活海产组成，料好食材又搁鲜，是消费者一定爱点的料理之一。这道澎湃的料理，互人一看到嘴暖就又要流落来。尤其这间有8种海产的海鲜锅食材，更加是互人相当惊喜。因为内底唔有小龙虾、金马、高孔、甲干贝等等的海产，而且全部拢是活的，新鲜度挂保证。我们这道菜叫超级生猛海鲜，它大概原料的组合全部都是活的啦，比如说活的9孔包啦，还有活的那个螃蟹啦，活的小龙虾啦哈，然后加上一些活的新鲜的鹅啊跟蛤蟆，哦，然后还有干贝，还有蟹味棒，还加上我们台南的虱目鱼浆，然后把它组合一个超级生猛海鲜，然后加上我们这个锅哦，我们这个锅大概就是很多，比如说南瓜啦，哦那个南瓜红喜菇啦、高丽菜啊，然后加上一些高汤把它做成一个汤底，然后把这些火的食材下去汆烫，然后直接这样吃，很新鲜。另外，两大石板鱼头搭配澎湖的高丽菜丝以及金龟炒米台北，拢是澎湖当地的特色料理，所以头家也相当推荐。我们那个屏东的龙胆石斑的鱼头哈，我们把它剁块哦，那再加上澎湖寄过来的那个澎湖菜生，就是澎湖的高丽菜酸，然后我们把它焖煮到那个。龙胆鱼头，因为它大只，所以那个皮很厚啦，那个胶质溶出来哦，那整道菜吃起来就是吃到最后，那个高丽菜酸是酸酸的，那个汤头吃起来是有点嘴唇会黏起来，因为它那个胶原蛋白溶出来了。这一道菜女生来吃也是相当恰当。澎湖的南瓜米苔目啦，它是用澎湖手工的那个米苔目，然后加上我们把那个南瓜哦吹成像欧一点吧。捣成泥，然后下去拌炒，这一道菜很养生又很健康，而且我们台湾的米苔目是脆脆，它不是，它是相当 Q， 因为它是手工制成的。有4种的老主顾，一礼拜拢来食几啊摆，除了大力推荐招牌的海鲜锅以外，油鸡甲金龟炒米台北，也是伊特别要介绍给大家的料理。今我最爱食就是伊的迄个蛋咧，哦，这类啦，伊的迄个金龟米台北啦，真正够好食，因特色啦，阮当时我感觉食较好食。啊，伊的油鸡嘛家己做的呢，做了做好，非常好食。搁伊的迄个什么海鲜锅底啦吼，真正是拢够鲜的。除了鲜搁好食的料理以外，头家特别强调，伫餐厅的3楼搁有一个10尺大的圆桌，一摆会当坐满18人，也算是店内的一大特色。咱新闻记者林根采访报道。第2届水花艺术节将伫3月19号展开，这次以水风光2046作为主题，邀请国内外14组艺术家进行创作，这次呼吁大众爱重视地球暖化问题。而市长赖清德也为活动点灯赞助光彩。第2届水花艺术节主题是水风光2046。希望大众爱关注温和水花美化甲发展，以温和过去的记忆出发，思考人类的未来。14组艺术家用各类的媒材创作出使人沉思的艺术作品，包括大型的装置艺术、木工、陶艺、金工、建筑、舞台设计等6大领域，反映出30年后人类将要面对的暖化问题。
互大众伫看展的同时，会当关心环保。第二届水岸艺术节，其实我们从第一届的吻合各在五行芒延续到第二届。那第一届是做一个回顾，那我们在第二届就思考，那我们可不可以先做一个展望？那我想环境问题，然后整个社会的问题，在现在是越来越严峻了，特别是我觉得地球环境的整个异化哈。那在这样的东西，那我们来可以思考说，那么在30年后，一个未来的城市，到底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整个社会状态呢？那今年刚好是2016，那我想王家卫有个电影叫2046，很贴切的，在30年后刚好是2046。那我们又在河岸边，所以我们从河岸边一个水的流动的概念来讲，为这个未来城市定义叫一个水风光。艺术家陈建大明创作妈祖宝贝，以妈祖显灵、撩水救众生作为创作发想，呼应这届主题。这则叫做妈祖宝贝吼，因为这届迄个水岸艺术节的主题吼是2046年，就是讲30年后吼，啊，咱这个台湾，也是讲咱这个台南安平，啊，摆会变做安怎吼？啊，当然咱安平以这个妈祖的这个祭祀的信仰吼，上受到重视吼，就是讲妈祖过去吼。救苦救难救海上的这个渔民，啊，今仔也到2046年的时阵吼，啊，万一啦，这个地球暖化，哦，啊，冰山哦溶解了，啊，咱安平还阁有伫咧吼，可能水就淹起来安平啊吼，啊，所以我用这个妈祖这个形象内底甲放这个水吼，就是讲吼，有一天这个海平面啊上升，可能咱迄个妈祖林默娘吼，这个公园的这个像吼。可能会淹伫水底，吼，用这个作品吼来提醒大家讲，对这个环保的问题、地球暖化的问题，来甲注意，吼。水环艺术节是由水色艺术工坊所推动，举办至今虽然只有2届，但是创造出真侪故事独特的作品，也互这混合水环加了一个艺术的气息。电视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今年台南艺术节邀请香港的剧团、剧场空间首度进行跨海合作，打造以香港、台南这2个城市为主角的全新戏剧创作。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前往观赏。双城纪实这个香港、台南跨海合作全新的戏剧创作，描写着一个台南查某囡仔到香港做工课生活。伫咧人口真济、生活压力大的花花世界内底，所看到的香港文化甲对故乡台南的反思，同时也佫有另外一个查某囡仔对香港来到台南，伊所体验到无共款的生活经验，这2者之间会产生安怎样的文化冲击，以及戏剧想要表达的内涵。在台南，相对来讲，生活的步调不是那么的。这个快速，或者是说，也许你一直生活在台南，没有去看外面的世界的话，甚至会觉得台南有一种乡下感，会觉得自己这个没有见过世面什么的。可是突然这个时候，那一种悠闲或者那种慢，都会变成一种对你来讲非常珍贵的、值得去保留下来的。就是在自己的生命中，你会觉得自己的生命被这个城市养成这样一种步调，是一种幸运。香港甲台南生活的节奏相差真大，导演用简单的语言，就当让咱清楚的明白。那么呢，你们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听见我们香港的广东话。广东话跟國語最大的差別是，廣東話是這樣講的，廣東話好快嘅，講得好似釘咁啊，得，咁樣講嘢嘅，聽不明白啦。國語呢，是真的是很有，我們覺得國語是很有音樂感的。廣東話是冇音樂感嘅，沒有音樂感的。廣東話係1、2、3、4、5、6、7，1、2、3、4、5、6、7，1、2、3、4、5、6、7，聽得見差別是這樣的吧？那麼你從這個語言，你就知道香港人的生活在什麼節奏裡面。實地到香港體驗生活的台灣演員，也帶回香港人的心聲。因為每一次去香港，給我的感覺都很不一樣，就是從以前的都是廣東話，到現在都是越來越多的普通話，然後甚至對啊，就是在計程車上面聽到的那個
司机也说台湾来的很好，你们住在台湾就是好。为什么？我就说，为什么香港哪里不好？他说香港这几年经济也不好啦，我们要做什么也不行啦，还是台湾好，难怪大家都要去台湾了。双城纪师这部戏剧将伫5月6号至5月8号淡台南演出，邀请台南的乡亲前来观赏这2个城市的2个故事。等你新闻就采访报道。根据统计，近年来子宫外孕的几率有明显增加，在200位有生的妇女当中，大约都有2位。医师表示，这有可能是甲性传染疾病以及骨盆腔发炎的增加有关系。所以医师提醒，如果月经慢来、腹肚痛、无正常的出血，就要量早到妇产科检查。子宫外孕就是受精卵发育的所在，无伫正常的子宫内，会出现包括月经慢来、阴道无正常出血，以及腹肚痛的症头。离输卵管先天无正常、肿瘤、手术甲感染以及食薰的人，会增加子宫外孕的机会。其实怎么样的人比较容易会发生子宫外孕？当然，第一个就是说曾经有发生过子宫外孕的人，就是输卵管曾经有受伤过，那么再发生的机会会增加整整7倍之多，就是由原本的发生率2%增加到15% 以上。那另外一些有可能会影响到输卵管功能的因素啊，比如说输卵管的先天异常，那输卵管有长瘤，或者说输卵管曾经手术，那再来就是说一些发炎感染的疾病，比如说像性传染疾病啊、骨盆腔发炎疾病的这些发生，都有可能因为会这样子造成输卵管的粘连阻塞，那增加一个子宫外孕的机会。其中子宫外孕的位置有9成拢是发生伫输卵管，主要是因为精子甲卵子结合以后会送到子宫内底，而若是输卵管的功能无好，就会停留伫这个所在。我们一个正常的怀孕其实输卵管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说排卵的时候是把卵子排到腹腔里面，那卵子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就是子宫腔里面，就要靠输卵管去抓取卵子。那再来就是精子跟卵子相遇的地方其实是在输卵管，而不是子宫腔里面。所以如果说这个受精卵没有办法有一个良好的输卵管的功能，把它输送到子宫腔里面，就有可能会发生子宫外孕。也因为这样的关系输卵管就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正常怀孕的一个角色嘛。所以如果万一它的功能发生异常的时候，就容易发生子宫外孕。而子宫外孕最常见的位置，也就是在输卵管的。针对子宫外孕的治疗，若是病患符合药物治疗的条件，使用药物就会当达到8-9成的成功率。若无，就要采取手术治疗。上重要的是，伫月经慢来也是验出有生的时阵，一定要找医师诊断，才袂错过治疗的黄金时间。但新闻正山林根采访报道。甲状腺结节好发伫20岁到40岁的女性身上，而且因为手术后会留下真歹看的疤痕，所以往往会造成病人的心理压力。对此，吉米病院伫最近3个月内，成功完成30例口腔内底的甲状腺切除手术，不但减少并发症，上重要的是完全袂留下疤痕。传统的甲状腺手术虽然会当达到有效的治疗，但却会伫阿妈骨留下5到7公分大的手术疤痕。因为安尼，所以后来渐渐发展内视镜微创手术，为过人脚也是发际线来进行，来解决疤痕上明显的问题，甚至到当搁进一步将手术刷到口腔当中，达到完全无疤痕的效果。这个手术它的做法是经由所谓口腔填体，就是咱要下齿龈跟下唇之间的那个地方，我们叫口腔前体。这个地方我们画3个小的切口，一个正中央是1公分，两旁是各0.5公分的伤口，那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颈部皮瓣的分离，然后再把正中线打开以后，就可以进行2侧甲状腺的手术。跟传统手术的差别最大就是传统手术，我们知道传统就是要从我们下颈部这边去开一个5到7公分的一个伤口，包括甲状腺良性腺瘤结节也是真大，早期甲状腺癌拢会当采用口腔的内视镜甲状腺手术，而且手术后24点钟内，空气就已经慢慢消失，也袂有讲话受声的问题。
其实口腔的黏膜大概是24小时就长好，24小时病人之后就可以开始进食了。那至于手术的疼痛度的话，头一天会，因为我们这边下巴会有稍微跟它压迫，所以病人会感觉一点不舒服，一点点疼痛以外，其实24小时后，我的感觉经口腔前庭上来开的一个方法，比其他的方法好像比较不痛。那我们这个统计的数字很快就会出来。基表病院伫最近3个月内就完成30例的成功案例，手术后拢无出现流血、空气感染等等的并发症。伫其中2位病患上午也特别来到现场，甲大家做分享，并感谢医师的治疗。台新闻正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阴，有时多云，带渐阵雨，也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2度到28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3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田雅珊，咱再会。